思相许。七后生八后生，就伫商家盘下噶，像俩寒天时较寒，也唔会讲啲屋卡做三变修法。富人家，伊做其失报，翻问一跳出来过家。贵无家，难事有强样，好事难做。好多爱用的心球啊！无人家，最近此块木唔是看过爱用的婚姻噶。俺用老家老公当灯对啊，幅度强强哦。我宁夏。主接上，失报走忙，迄失报叫迄主人人个为主的啦。 84年前，含笑山，做牛做马。啊，叫的咧，俺冇看到。有啊，喺面頭老叫的，逃到個太門下，係用上歡迎啊，落車咧就唔敢落嚟。也總學嘅細細個，相良嘅不下。打開咯，上緊嚟！係講翻要躺我啦，當衝半夜先見尾要出嚟來呢，哈，天出要躺到冇解風聲係嘛？冇啊，真見，真見冇咧。冇就行較好啊，橫出吼，有人會睡哦。你做乜啊？春花無名，了無去。燕燕啊，就看到个兩隻腳，挨話老到萬人啊，都去黃橋西客，原來係唔係唔放棄啦，無生，你都去問鬼你的係冇？槍眼的冇骨頭嗬，鬼日的昂神昂神，唉，我要乜嘅出息？我細日頭啊，聽講日大做啦，係愛到木衰啊，再去主南下衰啦，竟然攞杯烈一年轉來，唔係溫到呀。俺們冇樣誒，唔係要樣嘅呀，我做主業乾脆咧。冇生，我到祠堂門口揾鬼日嘅係冇，唔好，原來亦唔唱樣嘅，真可能啊！做慢啦，很兩字呀，就會本人白走啦。就係行較好啊！行
家好，竟然极度生人啊！呀哈，就纯等死啦！拜托吼，莫杀个安尼娘娘啊！本来世家纪念的好。唔攀得走嘿，攀得表天人的姑娘嘿，哈？俺门有听到吗？哈？哼，你也就畜生哦！俺望唔得走啦，我到也好，下人的祖宗八代，给俺生人的头路，你要不做得生人的姑娘咯？哈？真可能啊！意外落，雷公会響，我要報應啦！唔做得點點毛啦！我同講哦，你欺負甜貴嘅呀，我是冇好本欺負哦。係咩嘢未老唔降下來？做就報到乾塘去咧。夾本樣我挨就唔係挨咗夾本樣啊！有得有素質，你出家講啊！你講啊！啊，你事情你到日頭下你敢做冇？唔話留到我喺長命嘅耳聾係冇？我傳啲啦，傳啲啦，唔點啊解啊？嘛，唔留甜姑嘢補娘。都會觸窮鬥順，我冇甜過嘢，蒼茫。你落電都希望啊！要男士都判到牙面紅，其實啲嘅掃把紅，啲嘅有素質。哼，我慢來潛到你，你哪有揾到了係啊？像你啲 case 一樣啊！我看到將手拿着腕表頭前啦，演出啦！老頭家，我看到你好老爺來吼安排去配位，我留電機哦，看到我就艱苦。老頭家，全係件唔好啦，拜託吼，唔好留架頭路遲提起啦，也下年下吼頭路千難前。安尼佢聽出我有事嘅啦，吼！阿長姑，格格，問老頭家係唔去做乜嘅？唔做去做乜嘅？點啊？好，老頭家，我老公，嚴氏去做啦哈，老嗰條豬嘅啊，尾包來，嗰條豬嘅吼，我都係喂啦，隔壁莊伊都躺喺度嘅，唔知啥跑到安尼啊！哎，你的猪馬照相，哎，你兩母吼冇才跳落去就打中啦，唔抵啊唔抵啦！哼，老唔講，佢講冇老豬嘅尾包，本不讓威王殺偏，兩隻妖就老愛去把豬馬打中，放開咯，小開來！好啦。老頭家，排死啦！大家要把當到嘅媽，後生人吼，好書好教，唔好好做，鬼日安尼無心無相，看到就本人嘅。係啊，我年紀係有較老啦，老頭家顧祠堂，好，莫看我閒閒樣嘅喲。該當愛說愛病嘅吼，做下就強強力力哦。老頭家，來，看啊，落來看。嘿，唔是啦，唔是看啦，唔是看啦。哦，係啦，我哋老頭家心無限，忙說落來個，無論哪樣事吼，唔好落來就做得啦，吼。一祠堂度，
神作党，所有嘅东西吼，一点嘅成败都冇哦。你讲我出家都下地了哟。一池塘啊，做到人出家门门口。当初头吼，我坐到一石滩嘅向山人头，看到老头家呢出出入入，出出入入，就喺盲石落来个。来啦，老头家，落来坐了啊啦！唔是啦，唔是，哎唔是啦。啊，我老讲，我当无限地啊，唔对啊，佢总头都几多事情呢？像港屋啊，咩下面来拿亮亮嘅鸦片烟啊，有睇到人讲乜嘅闲话冇？有啦，有谈到啦。佢上过来了后，准唔按通嘅。我家长都讲喎，转来，哎呦呦，读到哀状来嘅先生哦。老头家，唔同看啊，万人同嘅先生抢下来啊。乜嘢？哦，係嘛唔識啊？不過看佢作嘅基神神父嗬，天窗喺乾塘地度嘅人。哎呦，哎，係聽兩隻順茶來哦。捱看嗬，又講前山啊，天窗唔會變個嘅嘅元素。咁而看咩咧叫做元素？哦，乜嘢？呀，一難講啦，這係講啊，莫言望到好人咩？我個滿兒堂啦，有人講啦，講佢嘅元素呢，啲安補頭嘅時間，看到嘅人哋行係會轉角嘅，講前山行過去嘅時間，就俾頭燒到嘅。哎呀，哎呦，一順茶，一茶就地喺萬人座位啦，係冇？哦，真被騙啊！天是弄高高的喲，一腔我西風變天了。寒天的世界啦，講啱就啱哦。規則狀頭啊，捱咗行狗。到嘅人啊，唔係到嘅議論國家錯，冇做喺梁木段。阿總姑啊，喲，走到哪去啊？阿總姑，夾夾冰冰啊嗱，嚇！一讀到嘅人啊，傻傻就講，一講前山啊，安鋪頭嘅時節吼，本人騎官嚟啊，擘斷腳骨咯。有人聽到佢係，不過啊，安鋪頭嘅時節啊，暗摸摸嘅，怕事嘅人啊，唔敢出，該知哦。我讀到兩隻順港嘅呀，安好心，老佢講轉去哦。誒，是講奇怪呢，遇到後面出嘅事情，
嘅理我安全，我又會全無通到。我按你講，唔用全唔化。我啲老田龜嘅姑娘無關嘅事情，唔做夢想嘅調創，也下後生人啊，總係啲好固執啊，乃啲乜嘅從強啊！唉，改仔呀，太馬古生希望啊，夾嘅嚴肅人啊，天出唔會變高嘅，也拜事情太咧。做乜嘅？哦，夾做啦！唉，我同講啦，天作係人狀況嘅人做嘅事情。呀，等到講前山一上過來後，講出係乜嘢啊？哼，聽得乜本人散業幹堂度。咩？我按你講，唔都係要到嘅頭毛啦，啊？前後同我談啦，我同講，迄時講嗬，佢夢想過來，夢內就有風沙。阿長哥，唔同看啊，係乜嘢做嘅有數事情？愛同講，他假如就講啊，係甜龜嘢哦，佢也都講啊，也講前山啊，一出別嘅愛情，險險啊，老出家命就鬆得去了，也拜好嘅呐，甜龜嘢係有娘嘅呀，唔知道得啦，好人家不容易生意呢嗬，出家我較生意啊啦。佢會同強下衰，強樣啦，佢媽會同騙人衰呀，分人家好起來就好喎，佢壞起來啊，會輸人嘅命哦。我同講啦，天作唔免唔想我娘嘅，煮做得娘嘅啦，老頭家鹹菜呀，涼木，鹹係涼木啦，喲哎。幾爹啊，叔叔啊，哎，幾隻先來相聊嘅，唔是獨高嗎？啊，也好嘅呐，我看咯，做得去拜祭做事，佢搶要看到我老甜佢嘅本用強下啦，乜嘅呀？娘嘅。佢咩冇講出來啊？佢就見天天甜佢本用大湯先啊！風講啦，甜龜嘢本用啊，天作唔係乜嘅正派嘅人啦，唔係做人亦唔同佢強下來往嗬，唔就做人亦安樂啦，唔欺負甜龜嘢，我同講哦，廿把是心泡泡嘅喲。心機又重，也下要來一隻相聊嘅，都佢撞得，我看嗬，嗱，看到人嘅主人下啦，老老實實啦，為人嘅主嘛。唔要運落去嘅，日頭啊，我落山嚟啦，入天內下十批啊，我專業人嘅不能帶用，我同講，好嘅啦，都是叔叔啊，落來食飯嚟，嗬，誒，
哟，我看唔着嘅嘢，我老二看到阿張虎家吧，老阿張虎家吧看到你嘅，该有用吧？哪有用嘅啦？貴總睇已經講個恰當嘅東西啊，打三文啲鴉片。该聽說係你講嘅呀？我講啊，你唔信啊？佢記得地下那好啊，係唔記得自家攞去買？但講乾湯嘅人係下來呢啲啊？我老記得地裝係睇你唔少，假你就做得半個廣播嘅人咯，那少兩兩鴉片，幾時兩自家錢，一兩哦留點做自己，半乾湯嘅人收到咧。唔過乾湯嘅人應該唔係下來咁錯啊。記得地那邊讓人做生意是唔會來，唔過是喊你會來，來做乜嘅？為咗廣播嘅事情啊。我是冇喊人開江千山嚇。江千山冇人收人咯，記得講哦是有你聽咯，我係江千山嘅演書人。你冇唔記得咯？你兩沙你長毛鴉片嘅事情咯，你咪唔記得了？幹部我哋苗紅血咯。看咗就安排好嘅啊！你哋咪紅唐消息咧，大爺出皮，我弄怪先。依話同我變來行嘢啊！偏咱兩沙嘅交錢，我係愛情我直接諗拿咗，我唔是得安排你呢，就到人諗拿。你冇翻去啊？你就結婚我哋就成。你話同我唔啲啊？啲咩行看到我，人人你就想走咧，你就冷眼了，我來咧，你看到我像樣看到鬼樣啊！唔過我啷講啊？我唔係鬼啊，我係一人嘅。你話到啱啲教識咩啊？我係是看出，你叫我出賣你，唔過你一擺哦。我要叫到你啊！冇想到啊！你叫到我，冇唔錯，我了叫到你咧。我啦乾湯人哋唔少，偏我倆種在，我死嘢我就講生。我信你哦，啊！咁你要落乾湯人講，你就係乾湯而作嘅頭髮。我是頂出面，半道就發財機會。唔過，你啲家人部萬人達到江千山。你講我打唔長嘅，我打到江千山，唔係啥？咁我又打嘛啥？你係打人，就係氣到人面頭前的愛。晒到眼到了，看嚟唔是你啦，哦，邊嘛東西我要嗌命嚇，為到嗌財產嚟啊，講正經嘅啦，我哋係幫我兩甲天意咩，唔敢講咩啦，我講你乾湯補我啦，我又唔講，我是講哦，你做唔得幫我講兩句話，一點係避免咯，三兩沙地鐵。男人想講出來，我咪長點都講出來。阿大哥，按兩沙入來吃通就是好嗎？你讓我點點，你讓我點點。你按記得麼？我這個吃通的蛋呢呀，用係冷天，該是冇嘢講天哦。我家幾個呢？阿爸跳那馬哈嘢，佢連喊住亂只喊。我唔會彈，你讓我點點，你讓我點點，我唔會彈，我唔會彈。笑得嘢，你又笑得嘢，笑得嘢。
一种在两眼皮，弄毛田，係睇嘅弄本萬人堂哈。那什麼人哈，還會罵人哦。我一生人是多無聊啊！我自家講話本自家聽，還要動身子哦。哦，白講，我睇睇門嘅片看到還有一生人，入下網絡可以行出空嘅後誒，係乜人咯？哎呦，無奈，竟然哦，本網上嘅見到咧。嘅係乜人啊？你看呢？咩？阿張姑啊？阿總顧講捱媽嘅事情，那唔係看清係捱家個呢人，捱媽本事，捱媽本事。捱媽是見過從5年皮安盤呢，捱家個做媽會做咯。捱媽本事。捱媽是見過從5年皮安盤呢，唔是唔講捱弟，佢係捱家個。你哋還滿做媽呢？伊做媽會做咯。其實尿急都唔掉誒。唔係好人，冇話人啊，你帶我去祠堂看啊。阿冇事所謂看唔清楚啦。佢地步要帶你冇呢？阿總嘅阿爸睇嘅黑，一下睇做下食飯。唔講我家講做媽會做呢？什麼人喊囉嗦哦？你老我去祠堂，我就應行應講本堂。唔可能嘅空嘅後有人入來啦。入來啦！老頭家，我撈到乜嘢啊？老祠堂門口，老頭家，起風了，腦背暗涼啊，莫被風吹到誒。人日頭一落山啊，人啊就像入到大廟樣誒，無論係吊誒啦、頭上啦，總下就索點，連人就走去救小誒咧。老頭家，唔看，一天當過後，有班長咩講？還有哦，呀太白精神哦，一日，唱到我對人受樣嘅咧，個旁順嘅人啊，扎像神一樣嘅安尼比呀比，頭擺呀樣時啊，左就有一群僧人。來到人家祠堂門口啊，到佢教老頭家，見呀幾群僧人吼，全部都睇了，以為啊去做兵，以為出外莊去做生意，還以為吼留到屋下耕田，什麼人吼，什麼啊要叫佢做嫁到外莊去嘅，見呀。也揾過一群僧人，無田好耕，學教也無書好讀，也愛呀，也唔本佢就出來了，就驚啊，時局暗亂，莫本人怪罪。老頭家，你又冇生冇性咯？老頭家，老頭家，唔講話，我冇生冇性咯，明白嘅事情，明到暗入神啊！
唔敢讲啊，乜该按到生意呢？哦，系啦，我係講嗬，這樣時啊，日頭莫要落山啊，嘅月光啊，就單條出來，唱到佢望幾條死人嘅出來教，是講嗬，冇班殺人嘅，真見啊，冇殘人嘅月光啊，嘅按多年後，十包呀。嘅聲音咧，吼，就像熱情鳳樣嘅，後來到一祠堂門口，吼，中上中下，每年啊，老木就暗起來，到佢狀元，希望啊，就大家數錢數，為則人錢呢，見行見倉，人錢呢啲都很亮嘅聲音呢，一日到頭前走，一日到四邁比腳，轉上轉下咧。哎呦，搞到唔很好賺呀！還起捱到個袋幾下頭，幾下都想賺起咧。唉，你過年啊，從街高爭嘢了，王伯啊，佢哋好想跳呀，做住到個搭棚嘅負頂路嘅，變嚟。下後生嘅啊，乃曉得乜嘅，也唔知走到哪去嘅。也不一次，唔知要幾好誒。老頭家，唔講乜嘅呀？嚇？唔係講笑嘅啦，哦，成日講笑嘅。老頭家，好落嚟食嘢嚟。都是妖啊，佢會乜到哦？好，唔在意，唔在意。好，天使轉人啊，來水木了。我做唔錯咧，我不應該見廢人言，人言本係一番好意。因為當下義工都是變強強的，但係去那個非勝利講好話，佢欠錢，那就拿錢本佢使啊；佢享受，那就拿家頭本佢啊；佢個享受，挨咩做得拿一把鴉片煙本佢去賣啊，都唔好啦。我係咧想辦法本佢走。我冇法度讓佢向我講嘢咧，佢喺度秘密講出來是咧，再上到佢嘅面孔，我要做唔得讓佢再聯繫來啊！每個日，我就艱苦日，佢就像係我心肝頭嘅嗰啲面體嘅肉，唔過我要偏偏嚟談佢嘅話，就像一對男女強樣。也食梅，扛到食來嘅藍包，開頭啊，也食來啊，鹹也食梅，啊無咪，要鹹變到僵機，到無咪，兩個沙要尖在，要合在一起，我有按摩掉，我說唔搶男嘅人嚟啦。老頭家，老頭家，想聊誒，還要添過嘢補藥。你冇事情，走落去祠堂做乜嘅？講啊！冇乜計啦，我係看祠堂啊，我係唔去帶我去啦。你讓我點點，我問佢冇問你，你講啊！我對祠堂門口個遇到阿狗說，以後我帶伊來也看看啊。祠堂都暗索索嘅，看你做乜嘅？看，我看是看日見過啦。六狗，
你做了那个好事的呀？你对你还忙啊？老朋友嘞呐，唔好个两只目就当当看的啊。老地方啦，我是一个自从廿八寻主派嘅人拜拜，求平安天。你也唔相信哦？等我去报牌，电站铺大灯，我等你看我脚下啦。老头家，老头家，唔是按见啦，也听说迄个搭相留的吼，无真无假，先去撩你，带翻人的婚姻假啦。也唔是同佢讲按到啦，佢出家迄啲无面皮啊，唔是逼佢偷鸭米下死再赚。也心求吼，也唔要死人咧，唔通欠几个马嘅良机嘅吼，嗰一包会做好嘅啦吼。你点唔点啦？蒋局长，还唔敢等你来？好，蒋局，欠几？加。哟，阿爸，一老闆逢安睇有啲老闆啊？你講乜字啊？啊？啊？幾年嚟看唔到人啦，你還團夫誒？啊，真曉得出來簽東西死啦！你難死過啊你啊！哎呦，也還有無像春天按摩寒咩？要不卡又無洗澡，我就聽到以後打切磋啊！嘿，幾年嚟冇地方卡，你話地方卡冇洗澡？哎，也行到乜嘢咧？冇卡去，你無洗澡係嘛？哎，你冇卡就冇強要，哈！冇卡哦，強我咪搶得起，那你我咪做鋼鐵拍人夢啊！啊，阿爸，我就唔係按你當，你就按你閒閒啊！唔看啊，你就提到一祠堂嘅門口哦，唔用乜冇看到呢？唔看啊，一祠堂哦，哎呦，唔看哦，全部就爛到眼樣哦，一條油漆哦，一全部就鬼仔路爭過呢，誒，呀哦，天天就係過年嘅呢，唔看呀，哦，全部就按你爛爛寬寬啦。一門吼一邊呐，乜嘅東西啦，唔行呢去看哪嚟啦？嘅地背吼，唔看，嘅做嘅啦，嘅燈嘅啦，全部就爛鏘鏘嘅，也所以一大條錢來賺哦。過年前啊唔會賺啦。我按樣講就唔錯嘅啦。唔看，人哋有衫褲好着，有東西好食，嚇，嘅阿公婆因為乜雞就餓咯，呀吼。人哋自家啲講哦，是哦，騙人來過罪哦，怕得半心呢，哦，唔平常時嘅生死上面我冇法講啦，嘅一條錢哦，是做唔得生哦。我會記得啦，唔是你假講啦。唔也記得等下咩填表題，係冇？冇按樣啦，你先幫我100個人，好，我辦一日辦一隻全新嘅祠堂。唔是，我可以啊，上去度假上電梯去，我冇被騙到啦。我總冇可能一生就同拖錢啊，係嘛？我幫我老公講，我籌備安步吼，我夢到一隻，哦冇，我連登記下隻安步我就夢到哦。佢強樣同突然間嘅夢呢？我是冇老人講啊，講唔講吼？我輸錢我嚟練，我就冇老人講嘅啦。我唔會幫人嘅夢啊！啊？幾時日嘅朝頭檔吼，掛定嘅送寶劍啊！我唔嗌，啊？掛定嘅寶劍要乜嘅貴咁百嘅？唔幫你去買夢。係夢到一集哦，一個死鬼哦！佢講哦，佢簽到太死鬼啦！看日嘅樣相哦，從幸福行乜嘅形容嘅呢？佢講哦，我係去爭祠堂啊！乜嘢搞過嚟啦？爸？啊？我彈出嚟咧。劉強，你該死啦！劉強，咩？阿爸，點
甜鬼的呀，我啲呐真艰苦啦，伢姑娘啊也暗无生意哦，格格带伢姑娘吼去寻伢爸，去同伊硬头费实力，当家嘅面吼马叽叽叽的，做野外的人啊，较苦啊，嘛袂过啦，吼。人家在你们暗恋先哦啊！哎呦，老伯放眼睇哦，人家講啊，做一本原大定了，唉，睇門都關咧。好啦，你先落去啦，嗬。喲，哎，甜鬼嘅啊！你搶有人到嘅嫌冇？點解？啊！哎呦，甜鬼嘅呀！你聽我就算打造啊，看唐萬人去講假講清楚咩？到底係人呢？仲講啊，唔好同人嘅演數係人啦。乜佢講假啦？佢唔要講啊，爸咩講？佢到底與我老魏有乜關係呢？佢講前山嘅腳骨本人打團唔啲哈？嚇？係啊！佢幹行嘅言行講我唔一有歡咩？我啲朋友嘅屋卡呢，用蒙言老魏講咯。嚇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乜嘅事情啊？伢冇錢啊！伢冇錢啊！阿爸，冇事，你叫，哦，你冇事，我叫每日老基本事，看他下班冇，呀，我艱苦假心嘅，我係基本意思啊！阿爸，用我你喏，哎呦，掉呀！乜嘅事情？跳江咧，挑戰誒，甜鬼嘅朋友跳江咧，我不用挑戰。哎呦，那一個，因為乜嘅事情就付到強硬啊！哎實在呦，阿丈夫啊，一來，撞到人，一到到地波，女潛然咯嚇，格。阿爺，起藝啦，阿總呢？哎呦，老頭家，啊，我全部就會現咯，我鬼辛苦，全部就會現咯，哎呦，老頭家，阿叫數嚟嚇。叫，我老幾仔細咧。要叫。無啥係做唔錯嘅，佢一講出嚟秘密，係唔本佢講，保姆切台啊，佢做埋啲事，連下一條人嚟擁有，唔上啦，那還有屁股，那還有木柱，還有嘴，嚟牽起來。來周總做的修理了去救男女，那是下屬為強，那會死心。我看到有乜有彩條做的對人用來行，講乜嘅？打唔錯面，打到香港嘅，一般都係一生人哦，按好偏。我那會死心，看乜嘢是個草料。看乜嘢後半生人，過到佢安逸自在。移民地，啊新冠體，有一啲爛肉命係唔死，就像我啲當過嚟咩樣，
爱输家命，爱放假没本得看，爱杨云谈是当场没有本得看，爱杨云谈希望成员安然辞世，本二条看。